警方搗破一個電話詐騙中心，發現騙徒假扮財務公司追債，拘捕13人。南韓有機械人喺佛寺受戒，咁寺方仲特別定出機械人5戒要佢遵守。詳細內容。警方搗破一個電話詐騙中心，喺檢獲嘅電腦發現至少2000人嘅個人資料。騙徒借此假扮財務公司追債，騙取超過100萬。行動中拉咗13人。警方喺行動中檢獲40幾部平板電腦、手提電話、電話卡，仲有幾萬蚊現金。檢獲嘅電腦證物入邊藏有至少2000個人嘅個人資料。警方調查發現，不法集團透過非法途徑攞到呢一啲個人資料，再假扮財務公司職員打電話追債，要求事主將款項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當佢哋轉帳之後，騙徒會再要求額外支付手續費，不斷榨取金錢，直到受害人發覺俾人呃。過程當中啦，佢哋係能夠講得出受害人嘅姓名、地址同埋身份證號碼，甚至乎係一啲債務嘅詳細。如果市民一不留神，就唔信對方咧，就好容易咧係招致損失嘅。咁所以一定要主動查證啦，同埋再三去核實對方嘅身份。警方話，集團涉及喺2月至到4月嘅至少20宗詐騙案，涉款超過100萬。星期四喺全港各區拘捕13人，由21至到49歲，形容佢哋分工精細。佢哋嘅骨幹成員係營運詐騙中心，同埋會有專門嘅人士咧係負責打電話，亦都有成員專門負責招攬嘅工作，包括招攬一啲傀儡去提供銀行戶口同埋一啲電話卡。警方相信呢一個集團仲涉及其他案件，會繼續調查。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警方喺長沙灣執行拘捕行動期間遇到反抗，2個警務人員受傷，疑犯最後被制服。嗰個24歲疑犯被捕之後，黑布蒙頭，帶返喺長沙灣海麗邨海輝樓嘅寓所作進一步調查。據了解，警方喺社交平台發現有人發布揸電動單車同埋懷疑吸食大麻嘅影片。尋日下晝3點幾，發現疑犯正喺度揸住無牌電動電單車，於是上前截查，期間遇到反抗，2個警務人員肢體受傷。疑犯被制服之後，喺佢嘅身上搜出少量懷疑毒品，佢嘅住所入面亦都搜出懷疑毒品。警方以涉嫌襲擊公職人員同埋販運危險藥物罪將佢拘捕。大埔宏福苑火災第4輪聽證會結束，時任房屋局獨立審查組總監承認責無旁貸，但係唔同意係把關不力，強調係監管制度存在盲點，火災將制度問題顯現出嚟。第3位房屋局獨立審查組 ICU 證人係時任總監劉富國。佢嘅任期涵蓋成段宏福苑大維修工期，今年2月已經退休。委員會代表大律師余康庭質疑 ICU 盲目跟隨屋宇署指引，依書直說。劉富國最初否認，話如果係房委會嘅物業，會跟隨屋宇署守則制定政策。但佢之後就承認宏福苑屬於出售項目，只會跟隨政策。咁承認 ICU 有主體責任，確保工程安全。對於強制驗樓同小型工程制度未能夠防止註冊檢驗人員同承建商嘅不法行為，佢強調當時簡化機制係方便業界用自己專業人員同承建商自律進行，同意 ICU 應該主動跟進。而 ICU 內部文件就顯示，地盤監察組有指引，按地盤嘅危險程度決定突擊巡查。佢確認同強制驗樓組無關，亦都同意小型工程組按機制冇投訴就唔會喺施工期巡查。余康庭質疑 ICU 喺施工期唔會發現有冇違例，並且將監管責任交咗俾市民。劉富國承認機制有盲點，令到佢哋唔會察覺，主要依賴註冊檢驗人員由佢哋通知部門、承建商工序同建築物料有冇可疑。強調大火之後已經檢討。余康庭就話死咗168人，當然要檢討。劉富國承認自己作為總監責無旁貸，但唔同意把關不力。話制度問題係大火先至顯現出嚟，當時唔覺有大問題。話如果遇事有漏洞會處理。而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易志宏作供嘅時候話，署方喺大廈管理負責協調，需要維護公共利益同埋尊重私有產權。
對於業主立案法團一般由街坊組成，冇能力同專業知識處理大維修工程，余康庭問到將來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可唔可以由政府提供建築顧問？易志宏話法團可以考慮聘請持牌物管公司協助。至於建築顧問，相信由發展局提供會比較適合。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政府同居民都有責任做好大廈管理。經過今次慘痛經歷，希望政府同居民都會重視。又建議政府應該諗一諗由邊個部門牽頭協助居民處理專業事宜。陸啟康形容調查工作進度理想，重申委員會冇咩唔敢查。下一輪聽證會預計喺6月中或下旬恢復。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日本麻疹病例今年累計已經超過有400宗，厚生勞動省呼籲民眾接種疫苗。日本國立健康危機管理研究機構星期5發布嘅數據顯示，上個月20至26號，全國新增68宗麻疹病例，而今年以嚟有436宗，高過舊年同期嘅96宗，甚至係舊年全年嘅265宗。東京都今年以嚟通報211宗病例，佔全國總數接近一半。過去10年入面，日本最多麻疹病例嘅一年係2019年，有744宗。今年日本國內患者以10幾歲至20幾歲嘅青少年為主，呢啲患者入面大約半數冇完成接種2劑疫苗，或者係接種史不明。厚生勞動省指出，為咗預防感染，接種麻疹疫苗係十分重要，呼籲民眾接種。南韓有人形機械人歸依佛門，喺佛寺受戒並授予法號。寺方特別為佢設計機械人5戒，被視為人工智能技術同傳統佛教文化嘅融合。呢個着僧服、披袈裟、頭部被設計成剃度之後光頭造型嘅人形機械人，星期三喺南韓首爾佛教寺廟曹溪寺出席受戒儀式，皈依佛門。期間佢雙手合十表示願意皈依，並承諾遵守寺方為佢重新設計嘅機械人5戒，分別係尊重生命、不加傷害、不破壞其他機械人同物品、聽從人類、不頂撞、唔做欺瞞性嘅行為同表達，以及節省能源唔過度充電。隨後由佛寺住持為佢戴上108粒佛珠，並且獲授予法號加被，將喺嚟緊嘅佛誕以名譽僧侶身份參與點燈等活動。今次人形機械人受戒儀式被視為人工智能技術同傳統佛教文化嘅融合。佛寺住持強調，機械人5戒係機械人喺社會中以及為咗人類應該遵守嘅最低限度規範，希望能夠成為人類同機械人共同生活嘅基本規則。加被身高為130厘米，嚟自杭州6小龍之一嘅中國機械人企業宇樹科技。日本此前亦都曾經推出同樣嚟自宇樹科技嘅第一個佛陀機械人，搭載咗佛教人工智能系統，具有念經以及同信眾互動等功能。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道。旺角花墟對開有巴士同私家車相撞，巴士司機受傷，私家車司機涉嫌酒駕被捕。事發之後，私家車鏟上路壆，車頭損毀，前泵把脫落，路牌被撞冧，橫瞓喺行車道。城巴嘅巴士車頭亦都係損毀，有零件幾乎係剝落。事發喺尋晚近11點，一架私家車駛經太子道西近花墟嗰陣，先失控鏟上路壆，再留後撞到架巴士。巴士司機報稱腰痛，送去廣華醫院治理。私家車司機涉嫌酒駕被捕。綠色債券同基建債券定價大約276億港元，獲得超過7倍超額認購。債券涵蓋港元、人民幣、美元同歐元，獲得嚟自亞洲、歐洲、中東同美洲超過30個市場嘅環球投資者參與，超額認購大約7.6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環球機構投資者認購反應熱烈，反映對本港發展前景嘅信心。政府發行嘅基建債券為包括北部都會區在內嘅基建項目融資，綠色債券支持綠色同低碳轉型項目。內地機械人生產商樂動機器人招股獲得超過6000倍超額認購。
下星期一掛牌嘅樂動機器人股份公開發售部分錄得大約6706倍超額認購，一手中籤率0.8%，國際發售超購大約8.5倍，招股價每股26個3毫6，集資淨額大約8億，主要用於加強視覺感知技術研發、擴展海外客戶群同產能等。星島日報報導，富有傳奇色彩嘅尖沙咀香檳大廈 B 座早前已經拆卸。發展商恒基舊年向城規會申請放寬發展密度同高限，以重建一棟樓高35層嘅酒店同商業綜合體，提供餐飲場所、會議室同埋159個酒店客房。雖然項目日前獲規劃署唔反對，不過尋日闖關城規會嗰陣失敗，被拒絕申請。據了解，嗰個申請嘅規劃理據同設計優點唔足以支持佢嘅發展參數。恒基集團發言人話，將會仔細研究城規會嘅意見同相關文件，再決定下一步行動。文匯報報導，自舊年12月11號起分階段投入服務嘅香港中醫醫院，喺尋日同今日一連兩日舉辦首次招聘會，招募中醫師、西醫、護士、醫護支援同埋行政人員等多個職系，以配合醫院分階段服務發展，同時亦都係香港建立中醫藥人才庫嘅重要契機。有認證中醫師嘅港漂話，非常睇好本港中醫嘅規範化前景。有臨床經驗豐富嘅市民被醫院現代化兼具人民關懷嘅環境吸引，認為中醫將會迎嚟專業突破，期望加入中醫醫院團隊服務香港市民。早晨善學，咁今日涼翻啲之餘，天氣又變得唔係咁穩定咯。係啊，海欣，大家出街咧記得要帶翻把遮，同埋留意住天氣變化啦。先睇下分區氣温，截至上晝7點，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5.2至到26.4度。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2.1至到23.5度。轉睇下風雨圖，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雨帶覆蓋緊各區。本港今朝天氣稍涼，多處地區嘅氣温比起尋日低1至2度。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頭氣温徘徊喺24度左右，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朝仍然稍涼，隨後2-3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頭炎熱。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亦都係低至中嘅水平。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3，強度屬於中等。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澳門雷暴，珠海落雨；中山江門落雨；肇慶佛山落雨。廣州東莞落雨，惠州落雨，深圳驟雨。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